向中年好聲音2星級評委添 Sir 張佳添老師致敬。這個白痴為了陪你活一次，沒智商得個痴，時常被騙極容易。誰若有日你鍾意，心計令我詐不知，然後最終眼看，然後你都未曾在意。這個白痴受你蒙騙亦可以，受你點給你指，到最終的那時，事已至此，誰會在意？逼你成熟，然後承認愛意。其實詐蠢全為你付出的機智。